再来看，赶紧掠到咱国内头一件票贩仔利用 AI 抢门票的科技犯案。这个嫌犯哦，家己写抢票的 AI 程式，家电脑家己去行，家己去走去抢票哦，嘛抢到袂少票，伊则个头价去买，3个月哦，就赚27万块。演唱会的票开始卖，要抢看谁抢较紧，但是网络哪会遮尔慢？威龙互抢了，毋过。电视系统一直运作，电脑的画面一直变，毋免有人在场就会当自动抢到票。有人会玩脑筋动来遮做抢票的黄牛。他把这5个流程全部都写在一支程式里面，他把这些参数全部都自动化设定，买一张票只需要2到4秒的时间。藏伫楼梯间掠准时机攻入去，出来应门细少的查甫人随风掠着，有代代自工的背景，今年30岁，伫北部做工程师，年薪是破100万，私底下煞咧卖黄牛票。做要10年，透过 AI 来抢票，对国内的蔡依林、5月天到韩团 BLACKPINK 和 BTS 拢总抢会到，特张的大马费上悬是上3000块，还未到3个月，就已经赚超过27万。那以往对于这种所谓的黄牛的行为，那只能以涉违法，那处以罚锾。那修法完成之后，那这些不肖人士或业者，那将会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文创法修法今年6月施行，嘛变作新法上路了后，打击的全台第1个演唱会黄牛，涉嫌用无正当的方式摕到票，已经甲犯罪所得交转来，而且伫个官网是打道歉的声明。毋过拍开面册的社团，含黄牛票的内容共款是一大堆，实际去问发文卖票的人，原本加钱转卖费用，即马已经有另外一套讲法啦。就换一个那个意思，这样。现在就是票，我们那时候票是原价让，然后就是1400块一张，是帮忙处理就是计票这些手续的费用。新法上路甲打文化部是接到超过900件检举，涉嫌加钱转卖，恐惊阁有真侪乌数，因为有真侪人是偷偷换一个讲法，包装做劳务费来米堆渣。连文化部也讲，伫演唱会票开始卖进前，只要双方有约好，会付代买的钱就无算违法，嘛黄牛歹出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